来看政治新闻，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昨下晡审查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组织法的草案。民众党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昨作为主席责任委员会成员呢，却是和民进党党团的总调郭国明助理就显发言讲，开会时走去台北大巨蛋看比赛。针对这点，民众党团的主任张志涵是呛这个就显讲，郭建明的出席率真正比这较低。 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昨带党公职去大巨蛋欣赏世宗运的棒球冠军赛，搁不时摕手机翕照书籍。是讲详细看卖手机点关的时间是下晡3点04分。也毋过同一个时间，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当日进行各组委员会审查会议。黄国昌作为组织委员会成员，速不去参加。他自己放在 IG 上面说，他自己去。 台北大巨蛋是吴亦轩，他出来回说，就是说这个他们是来帮周世奇加油，我觉得这个就 OK 了，因为我也觉得很尊重嘛。不满主席洪博欧，民众党党团主任陈志涵讲，黄国昌昨隆重召开委员会，下晡会议冇问答，当时叫就显大家看卖家己头家郭建明的出席率。 因为同款加做司委会委员，郭总调也无参加这场会议，只能用荒谬来形容。周宣助理他的老板也就是柯建明委员，他屡屡不出席委员会，结果他的助理竟然好意思去监督一个几乎是每个委员会都会去跑质询，而且认真做功课、认真准备问政的委员。去年开始，他的那个脚的膝盖都不太方便，在院会表决或在协商的时候，基本上各种操作一定会出席的。星期三固定，大家都知道说是民进党中常会，他通常都会跟就是赖总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党部的一些主管们，他会再进行一些会议。郭建明唔管计讲，也毋过民进党甲民众党两位总调伫立法院的出席率，却因为黄国昌红点名去看棒球赛，红大检视。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